各位注重健康、追求美麗同內在能量嘅朋友仔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隨住呢個感恩季節越嚟越近，係咪開始諗緊點樣好好多謝下自己同身邊嘅人呢？係啊，呢個時候送禮物都想送得特別啲，有心思啲。我都係咁諗，所以我更加希望講到嘅唔係普通嘅商品，而係一份可以真正幫我哋身心插電、注入健康同美麗能量嘅禮物。你呢個女法立好就同我今日要分享嘅一個獨家消息 match 到。呢個唔單止係一個好消息，更加係一份來自我哋都好欣賞嘅品牌 Three 專登為佢嘅忠實社群準備嘅一份心意。Three？ 吓？係 Three？ 我真係好欣賞佢哋身心靈合一嘅理念。佢哋唔單止賣產品，更加係推廣一種精緻又有能量嘅生活方式。冇錯，但佢哋出名高冷，好少有滑動㗎嘛，唔同。化為咗回饋品牌代言人同好似你咁嘅忠實客戶，Three 決定打破慣例，喺今個黑色星期五舉辦一場史無前例嘅超級感恩大優惠。哇！感恩大優惠，我太鍾意呢個講法啦，完全唔似平時我啲潮捐巴比嘅減價，反而似係一場好溫暖、好有情意嘅答謝會。佢哋就係想用最真誠嘅方式，對大家一路以來嘅支持講聲多謝。呢份心意真係好 sweet， 快啲講我知。呢份感謝有幾重磅先？呢份感謝好有份量，喺活動期間，所有單件產品都可以享受75折嘅感恩回饋。75折？真係定療嘅？我嘅天啊！對於 Three 嚟講，呢個真係前所未有嘅力度。我終於可以將我擺咗喺購物車好耐，嗰啲可以提升能量同健康嘅精華產品帶返屋企啦。太好啦！呢個完全體現咗 Feel Good Spend Less 嘅精神，用更聰明嘅方式為自己嘅健康同美麗投資，絕對物超所值。你完全講出咗我嘅心聲。呢個唔係消費，係一次充滿能量嘅自我關愛儀式。呢次感恩回饋嘅具體時間同地點係點啊？等我嚟幫大家話重點，記住啦，時間係由11月24號到12月1號，有足足一個禮拜，大家可以慢慢捲。咁我哋呢度嘅朋友仔有冇份先？今次活動覆蓋5個國家嘅朋友，包括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、新西蘭同埋日本。身處呢啲地區嘅朋友仔都可以享受到呢份特別嘅謝意。太好啦，資訊好清晰。呢個唔單來自係一個入手心頭好嘅機會，更加係 Three 同佢嘅支持者之間嘅一次情感連結。一次關於健康、美麗同能量嘅感恩之旅。完全同意，相信聽完之後，你嘅感恩清單又可以加多幾項啦。梗係啦，準備好好咁 feel good 一下。咁喺節目嘅最後，我哋想留返個問題俾各位聽眾朋友一趣思考下。喺呢個充滿感恩嘅季節，你最想用咩方式嚟回饋辛苦咗成年嘅自己，為自己嘅健康、美麗同能量獻上一份最真誠嘅感謝呢？